哥林多后书第12章，我一定着等，虽然无利益，毋过我要讲，主予我的异象甲启示。我知有一个基督徒伫14年前，互主带到第三层天。我毋知伊的身躯有上去，还是简单看到异象，只有上帝知。我知有一个人受带到乐园。伊的身躯有受接上去，还是简单看见异象，我毋知，只有上帝知。伫遐，伊有听见用话袂当表达，用喙袂当讲出的事。我要等一个人，毋过我的软弱以外，我袂为着家己等。其实我若要等，嘛袂算是空坎，因为我要讲的是事实。毋过我袂等家己。才免人对我的评价超过因所看到、所听见的。为着要互我无因为有看见真多的启示，至高自高得意，伫我的身躯有一支刺，亲像撒旦的使者得甲我苦楚，互我袂伤自高得意。为着这项代志，我捌3遍恳求主，互迄支刺离开。伊应我讲，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。因为你软弱的时，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。因为安尼，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，通互基督的气力点伫我身上。为着基督的缘故，我甲软弱、侮辱、困苦、艰难、甲迫害看做好。因为我软弱的时，我上坚强。我一直做戆人，是恁甲我逼的。恁着甲我褒奖才对，虽然我无受重视，嘛无较输遐超级使徒，我伫恁中间有用上大的耐心行神迹、奇事甲权能，证明我是使徒。我无互恁机会帮赞我以外，我对待恁比对待其他的教会有倒一项做较无够，我即个无公道，请恁原谅。当我第3遍准备要去访问恁，我袂诚做恁的负担，我袂要求恁甚物，因为我所爱的是恁，毋是恁的钱。应该是父母为着囝儿，毋是囝儿为着父母积聚财物。我真欢喜为着恁付出我所有的，甚至连我本身都完全付出。兼讲我听恁愈多，就得到恁会听愈少。准讲我诡计多端，用欺骗利用恁得到利益，我减捌甲恁拖累。我减有派甚物人去甲恁骗，我有囥提刀去恁遐，搁派一个兄弟甲伊做伙去。提刀减有骗恁，阮减无共心神得做，减无共步调得行。恁一直想讲阮对恁得为着家己辩护是无？毋是。阮伫上帝面前讲基督爱阮讲的话，亲爱的朋友，阮所做的拢是要互恁得到造就。我行了去恁遐的时，看见恁甲我所期待的无相像，恁看见我甲恁对我的期待嘛无相像。我惊了恁有纷争、嫉妒、歹性地、自私、诽谤、讲骹只后话、骄傲、无特殊。我行了后遍，搁去恁遐的时，我的上帝会互我伫恁面前见笑。我会为着真侪人提靠，因为因对过去所犯的罪、误会、淫乱、放荡，还未悔改。